成日有人話沙老師，你好識得做 IP 喎，講起文化一定是講到你啦。但其實我真係冇特登去經營，當年根本我就唔知咩叫係 IP。Zaza 係我嘅本名，沙老師係學生叫開嘅，有啲人會叫我沙啲、沙老闆、陳總，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分別，甚至你可以叫我靚女。我出鋪唔係想教人點做生意，亦都唔係想話自己有幾叻。而家太多個人 IP，成日教人點樣成功，講正能量，打造形象。老實講，呢一啲又邊輪到我教呀？我淨係識得文法㗎咋。雖然我都會拍下片、出下鋪，偶然學人跳下老舞，為咗搏一搏流量。因為我同大家都一樣，係資本主義底下生存嘅，一樣都係做牛馬，仲要供樓，仲要交鋪租。唯一唔同嘅係我揾到一個自己真心鍾意做嘅嘢，因為我唔想人哋誤會 MPM 文化，所以我會繼續拍片，繼續出鋪，繼續做平凡人做嘅事。你話依家啲人追住個人 IP 嚟做人，咁其實有幾多人真係真心想做返自己呢？